上一回我们说到，楚乔和宇文玥再度相见，并且准备一起度过这新的一年。但是在这即将到来的新年中，整个燕北却依旧不平静。燕巡已经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了。话接上回，大魏在失去了袁齐、袁觉后，袁彻又直接被贬，而袁松胳膊都断了，整个皇室人员已经逐渐的凋零了下来，只剩下一位14皇子袁阳独揽大权。那些魏伐中的人也只能支撑袁阳上位，毕竟大魏只剩下这么一个能摆得上台面的皇子了。但即便是国力日渐衰退，袁阳依旧是在这新春之际载歌载舞，享受着春宴。但那位老皇帝此时却并未在大殿中沉浸享受，而是前往了孤零零的紫霄殿中，看着那些祖上的灵位发呆。随着有些入神，老皇帝手中的琉璃盏突然掉在了地上，这让他瞬间清醒了过来。刚刚看着这些牌匾的时候，他也回想起了自己当初跟北燕那些人的经历，尤其是在跟燕巡父亲燕世成的一些经历。燕巡那小子怎么还不打来啊？老皇帝皱了皱眉，问了身旁的老太监一句，而老太监对于这种情况也是见怪不怪了。他知道自己这位皇帝陛下心中有着对于燕家很深的愧疚。皇上，燕王现在还在雁鸣关外呢。老皇帝低声对着皇帝回禀道：“真是不行，要是事成的话，现在早就已经破关了。现在的孩子啊，真是不行。”老皇帝摇了摇头，似乎相当惋惜，甚至如果现在燕巡拿着刀站在他面前，他也不会吃惊，反而是会夸赞一下这个孩子。但很显然，燕巡让他失望了。阿生也不相信我没杀那孩子，要赶快叫他来，给阿生看看。老皇帝说完，走到了一旁的床榻上，闭上了眼睛休息了起来，似乎是在安静地等待着什么。在大魏载歌载舞的度过新春的时候，燕北也迎来了自己的冬狩的日子。因为春节和冬狩的到来，燕巡特意停下了东边的战事，让战士们退回了关内，准备过一个安稳的新年。庄大人，燕巡披着厚重的貂裘坐在了王位上，看着台下那些战战兢兢跪着的百官们，沉声说道。听到声音后，一个50多岁的老者便缓缓地站了起来，脸色也十分的难看，缓步走上了前，跪在了中央。陛下有何吩咐？庄大人也知道燕巡此时叫他肯定不会有什么好事。没什么，只是最近得到了一个新的好玩的东西，想请庄大人一同赏玩。燕巡笑着对老者说道，似乎就像是一种恶作剧一样。多谢陛下想着老臣。虽然庄大人不知道燕巡所说的是什么，但此时的眉头紧锁，也预感到了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即将发生，但自己却没有任何阻止的能力。带上来。燕巡此时的笑容更深了，对着士兵们挥了挥手后，士兵就赶着一辆马车进入了场中，而马车上还罩着一个黑色的粗布，显得十分的神秘。在马车进场后，百官们连大气都不敢喘，因为他们有些人听到了在里面有人发出的声音。等到马车停稳后，侍卫们便直接揭开了马车上的黑布。一时间惊呼的声音四处起伏，百官们的面色也都开始慌张了起来，却没有人敢对燕巡发出质疑。而马车之中是一群16、17岁的少女，无论是样貌还是身材都堪称绝品，但是身上却一丝不挂，尤其是在燕北这寒冷的天气，唯一的遮挡物就是那手臂上捆绑的绳子了。而跟百官不同的是，燕巡此时笑得非常开心，如同获得一样新玩具的孩子似的。在楚乔离开燕北之后，燕巡的心态再度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逐渐的从冷漠开始过渡到了变态。庄大人，你是燕北的基石砥柱，多年来也对朕颇有恩遇，那么今日这一剑就由大人来进行首发吧。燕巡笑着走下了王座，从侍卫的手中拿过了一支剑和一把弓，走到了庄大人身旁，将其递给了他。此时庄大人面色十分惨白，但也只能颤抖着接过那弓箭。在庄大人接过了弓箭后，侍卫便打开了马车上的笼子，然后将里面的少女们全部拽了出来。跑，快跑！侍卫用手中的鞭子狠狠地抽在了这些少女的身上，顿时惨叫声不绝于耳，少女们也因此被放开了手脚，奔跑了起来。庄大人，快放箭啊，不然猎物就该跑了。燕巡在他的身后不断地催促道。就这样，庄大人慢慢地弯弓搭箭，
但是他的手在不断的颤抖着。而那些女孩们也看到庄大人拿着剑的身影后，也预感到了危险，都惊慌失措地回过了头。就在这一瞬间，庄大人也同样愣住了，手中的剑突然就射了出去，却没有一丝力气，仅仅飞出了很短的一段路就落在了地上。因为在这群女孩中，有一位正是他的那个女儿。庄大人，这可不像是你的本事。程渊，既然庄大人年纪大了，就你来吧。燕洵回到了自己的王座上，依旧是面带笑容地看着这一场狩猎的戏码。多谢陛下抬爱。程渊对于燕洵是最忠心的，无论燕洵让他做什么，他都会去做，更不用说仅仅是这简单的狩猎了。随着程渊弯弓搭箭，一瞬间箭矢飞出，射在了跑得最远的少女身上。其余的少女见到同伴身死后，更是立刻发疯一样的逃离了起来。但程渊却并没有停下来的意思，因为燕洵并没有让他停下，又是一连几箭的射出，庄大人的那个女儿也一同倒了下去。燕洵，你这个狼崽子，我做鬼都不会放过你，你不得好死！庄大人看到自己的女儿被射死后，立刻踉跄着跑到了她的身边，将其抱起，痛苦地对着燕洵喊道。此时燕洵也才对着程渊挥了挥手，示意他停下，然后缓缓地站起来，向前走了过去。狩猎开始，死了的人都拖下去喂狗。沉默了一会儿后，燕洵又继续补充了一句：活着的也一并拖下去吧。然后走到了庄大人的身前，一脚踹在了他的面门之上。哼，生意不得好生，还计较什么好死？说完这句话后，燕洵便也不再管被踹得满嘴是血的庄大人，开始了他们燕北的这一次冬日狩猎。当然，真正的狩猎依旧是去打野味，那些少女们对于燕洵来讲，只是一个仪式的开胃菜罢了，就像是当初在大魏时候那样。陛下，今日是春宴，偶尔吃一些吧。阿金走进了冷冷清清的朔方宫中，看到那十分孤独的燕洵，心中也有些不忍地说道。但是燕洵只是靠在椅子上，缓缓睁开了眼睛，浑身酒气，眼神中带着一丝杀意看着阿金。陛下，风爷来信了。此时阿金也不好继续多嘴，只好立刻进入正题。在看到信后，燕洵的眼中才闪过了一丝光辉，接过信慢慢地看了起来。这封信并不是很长，但是燕洵却读了很久，似乎是要把里面的每一个字都印在心中一样。在燕洵的心中，楚乔的地位是没有任何人可以代替的，即便是他选择离开，燕洵的心中也会一直有他的位置。在燕洵看完那封信后，沉默了许久，才端起了桌上的酒继续喝了起来。不过这一次他也开始吃起了菜。陛下，饭菜已经凉了，属下叫人来给您换一桌。阿金说着就打算喊人将那些凉掉的饭菜撤下去，不过却被燕洵给制止了，挥了挥手示意他不要打扰自己。陛下最近身体不好，大夫说了不宜吃凉食。阿金此时也有些急切地说道，毕竟燕洵是燕北的天。但是燕洵并没有回应他，依旧是安静地吃着，并且每一个菜都吃得很认真。而阿金也只能先将离着燕洵远的那些菜撤下去，换上一些新做出来的菜。看着现在燕洵的样子，阿金也突然想起了2年前的一幕，也就是楚乔第一次醒来的时候，跟燕洵此时的状态是一模一样的。举杯停住之间，有着一种哀莫大于心死的意味。此时阿金的眼眶也湿了，不明为何自己的王会变成如今这个样子。他们明明在之前那么多的苦日子都熬过来了，为何今日会成这般模样？他想不明白，也不敢去问，只能够跟一个傻子一样站在一旁。突然间，燕洵咳嗽了起来，刚开始还很轻，但是咳嗽的声音却越来越大，吓得一旁侍奉的舞姬连忙递了一个帕子过去。陛下，您是不是受了风寒？属下这就去叫大夫。阿金连忙上前查看燕洵的状况，生怕燕洵出点意外。而燕洵此时也稍微缓了过来，示意阿金不必叫大夫，然后继续吩咐一旁的舞姬倒酒。但此时他已经十分的疲惫了，似乎马上就会病倒的样子。皇上受了风寒，还是不要喝酒了吧？舞姬在一旁颤抖着对着燕洵说道。燕洵并没有回应他，只是微微的转过了头，看着这位舞姬，眼神之中带着一丝玩味和寒意。皇上，喝酒伤身的，
要不是一旁的阿金对着舞姬猛使眼色，这位舞姬也不敢继续说下去的。听到这句话后，燕洵的眼神突然顿了顿，好像某个人之前也说过同样的话。那你去沏壶茶来。燕洵想了一会儿后，缓缓点了点头，竟然同意了这个舞姬的话。而舞姬在看到燕洵并未怪罪自己后，连忙开心的点了点头，一路小跑出去沏茶了。你先下去吧。燕洵对着一旁站了许久的阿金说道。而阿金扫了一眼那封信后，立刻沉默地退了下去。在阿金离开的时候，那位舞姬也刚好端茶上来，却没想到一不小心洒在了那封信上。奴婢该死，把信弄湿了，奴婢该死！舞姬连忙的下跪，对着燕洵求饶。无妨，拿去扔了吧。燕洵并没有怪罪他，而是继续端着茶水喝了起来。在阿金离开后，也回想起了自己看到的那些字，上面写着：楚乔住在了宇文悦在咸阳的别院，监视不得，吃了大亏。这几个字让阿金突然感觉到了背后发冷，回头看向了那逐渐远去的朔方宫。他从未感觉过自己的这位王内心竟然如此的冰冷，对待除了楚乔姑娘之外的所有人。那么燕洵接下来会做什么事情呢？楚乔和宇文悦又会如何应对呢？我们下期再见。